10年前，如果有人同你講，將來會有越嚟越多香港家庭將深圳納入週末生活範圍，好多人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。但今日呢件事已經慢慢發生緊。深圳嘅商場入面，香港人越嚟越多，而且個樣唔同晒，唔係以前嗰種純粹為咗購物掃貨而短暫停留嘅模式，而係越嚟越多香港家庭開始將深圳當作週末生活嘅一個選擇。佢哋喺深圳嘅火鍋店門口用香港口音討論湯底，喺大型商場嗰度拖住小朋友排隊入兒童樂園，喺美容院前台用唔係咁標準嘅普通話確認預約時間。呢啲畫面放喺10年前，好多香港人自己都唔會信。但真正值得關注嘅唔係香港人去深圳食一餐火鍋，而係越嚟越多人開始發現自己嘅生活唔一定必須圍繞香港展開。呢件事背後影響嘅唔只係餐飲老闆，更可能影響香港商業年輕人嘅選擇，甚至將來一部分住宅資產嘅價值。過去幾年，香港居民北上次數快速增加，深圳已經成為最主要嘅目的地之一。週末高峰時期，經深港陸路口岸往來嘅香港居民數量經常達到幾十萬人次級別。港人北上已經唔係新聞，而係一種新常態。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香港人變窮啦，要北上慳錢。但我想講呢個解釋太表面。如果你只係睇到平，你就會錯過呢件事背後最攞命嘅信號。港人北上深圳，表面係消費遷移，實質係香港過去幾十年建立嘅部分生活優勢，正喺度由默認選擇變成眾多選擇之一。而呢樣嘢先至係真正需要每一個香港人留意嘅地方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用大約20分鐘，將呢件事由消費現象一直拆到樓市資產邏輯。最後你會明白點解我唔認為香港輸咗，但香港亦都唔可以再靠舊方法贏落去。先講最現實嘅因素，錢。喺唔少消費場景入面，深圳可以用更低成本提供接近甚至更豐富嘅消費體驗。香港一間普通火鍋店，2個人食一餐，隨時600-700蚊港紙落樓。同樣環境空間仲大啲嘅，深圳火鍋店可能只需要200-300蚊。呢個差距對於普通家庭嚟講唔係小事。好多香港中產家庭正喺度出現呢種變化。一對30幾歲嘅夫婦住喺將軍澳，有2個小朋友。以前週末去奧海城或者沙田新城市廣場，一家4口食一餐，連埋玩輕鬆破千。而家佢哋每個星期六朝早10點由深圳灣口岸過關，去深圳灣萬象城或者海岸城，小朋友去兒童樂園，大人飲杯手沖咖啡，中午食一餐幾好嘅中菜，下晝再帶小朋友去室內遊樂場5點。返香港全日使費唔超過800蚊，而且唔使同人逼。佢哋喺香港唔係冇消費能力，只係同樣嘅預算喺深圳可以換來更完整嘅家庭。再講交通高鐵，西九龍到福田14分鐘屬深圳北，18分鐘蓮塘口岸、深圳灣口岸、港珠澳大橋加埋東鐵線過境。而家香港人去深圳比以前中環去荃灣仲方便。以前香港人去深圳，心理上仍然覺得呢個係一次出境，要計劃、要安排、要花時間。但今日呢個概念已經慢慢消失緊。你可以喺香港食完早餐，坐高鐵去深圳行完2個商場，夜晚返屋企之前仲趕得切去超市買嗰啲嘢。呢種便利程度已經接近喺香港跨區活動。第3個因素係支付，支付寶香港、微信支付、香港錢包、八達通跨境使用，令好多以前覺得返內地好麻煩嘅人，第一次發現原來可以咁順手，唔使再提前兌換人民幣，
唔使再擔心找續蘇碼就搞掂。好多香港消費者入到深圳商場餐廳已經可以好似本地居民咁消費。當一個城市令你覺得唔使適應消費，自然會增加。第四個因素亦都係最容易俾人忽略嘅，係服務體驗。深圳嘅商場空間大，設計新，服務標準化，手機點餐即時排隊線上預約，好多喺香港可能要打電話或者排隊嘅嘢，喺深圳撳幾個掣就完成。喺數碼化消費流程、線上服務同大型商業空間體驗方面，深圳近年發展得非常快。我上一次喺深圳做身體檢查，由預約到出報告，全程手機，搞掂之後，醫生用微信同我解釋報告，成個過程唔使半日。我唔係話香港醫療服務唔好，但講流程便利，深圳確實做得唔錯。所以港人北上，唔係因為香港人突然唔中意香港，而係深圳第一次喺便利、價格、體驗3個維度同時追到上嚟，甚至局部超越。但係比金錢、交通支付更重要嘅變化發生喺人嘅腦入面。過去好長時間，香港人睇深圳其實帶住3個好固定嘅標籤。第一個係平，第二個係有距離感，第三個係嗰度只係一個短暫消費嘅地方，唔係一個可以認真考慮生活嘅地方。深圳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係一個去買嘢、食飯、探親嘅地方，但好少人會諗我可以喺嗰度生活。點解？因為以前2個城市之間有一條好明顯嘅心理鴻溝。香港收入高、國際化、教育、醫療成熟，城市經驗豐富，深圳發展快，但好多香港人覺得嗰度唔係屬於自己嘅生活圈。所以以前香港人嘅心理排序好簡單。香港係屋企，深圳係附近。附近嘅意思就係可以去，但唔會留低。咁呢種心理距離係幾時開始改變嘅？唔係某一日突然改變，而係幾個變數同時出現，互相疊加上去。第一個變數係深圳城市升級。以前深圳俾人嘅印象係工廠、製造業、電子市場，但過去10幾年，深圳嘅城市面貌已經完全唔同。教育中心、咖啡館、藝術展、科技企業、國際品牌，深圳開始由一座生產城市變成一座生活城市。當香港人過關之後見到嘅，唔再係以前嗰個舊深圳，而係一個比香港更闊落、更新、更舒服嘅現代城市。嗰種心理衝擊係好大嘅。第二個變數係香港年輕人嘅生活壓力增加。以前香港年輕人嘅路徑好清晰，努力工作，入專業行業，儲錢買樓，穩定生活。但而家工資增長追唔上住屋成本，好多年輕人開始問有冇另一種可能？呢個問題一出現，深圳就唔再只係一個消費地點，而係一個可能嘅答案。第三個變數係疫情之後消費習慣改變，好多人都喺呢幾年發現原來跨境冇想象中咁難。以前覺得過關麻煩，而家覺得只係搭多一程車。呢種習慣一旦養成就唔會咁易消失。所以真正改變嘅唔係深圳突然變得吸引，而係香港人嘅需求變咗。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原本生活空間越嚟越窄，佢就會開始揾新嘅空間。深圳咁啱就喺隔離，而且已經準備好，於是最大嘅變化出現咗。香港人開始重新定義乜嘢係好生活。以前香港人嘅成功標準好簡單，住香港，喺香港工作，擁有香港物業，因為香港代表機會。但而家年輕家庭評價城市開始加多咗新嘅指標，間屋夠唔夠大，週末有冇空間，小朋友有冇活動，消費抵唔抵，時間自唔自由。呢啲標準以前唔係唔重要，只係喺香港嘅高壓生活模式之下，好多人冇得揀。
而家深圳提供咗一個參照物，令大家睇到原來生活可以有另一種形態。呢個時候出現咗一個好微妙嘅變化。以前嘅問題係深圳比香港平，而家嘅問題係深圳可唔可以提供另一種生活？呢兩個問題完全唔同。第一個只係消費計算，第二個係生活選擇。而城市競爭真正開始嘅時候，就係由選擇開始。當一個人只係去深圳食飯，影響有限；當一個家庭開始週末深圳消費，小朋友喺深圳玩，大人開始考慮深圳居住，企業開始深圳辦公，咁嗰個變化就唔係消費變化，而係生活半徑變化。以前香港最大嘅優勢係所有資源集中喺一個地方，但將來資源可能會喺兩個城市之間重新分佈。呢個先至係後面樓市章節嘅邏輯基礎。但係呢度有一個關鍵問題，好多人見到呢個現象會直接得出結論：深圳贏咗，香港輸咗。呢個判斷其實太簡單。因為城市競爭唔係足球比賽，唔係一邊入波，另一邊一定輸。真正嘅問題係香港同深圳正喺度承擔唔同角色。深圳提供更大空間、更低成本、更豐富生活選擇、更快速商業創新。香港提供國際金融法律制度、全球連接專業服務，兩者唔係完全替代，而係互補。真正嘅問題唔係香港人去深圳，而係香港可唔可以喺新嘅城市競爭環境入面揾到自己嘅位置。對於普通香港家庭嚟講，呢個變化意味着乜嘢？對於消費者選擇多咗，呢個係明顯好處。以前一個家庭只可以接受香港消費成本，而家多一個選擇，呢個本身就已經係財富對於年輕人生活半徑擴大，機會都擴大。以前好多人睇香港同內地係兩個市場，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將大灣區睇成一個整體。對於企業競爭壓力增加，尤其係傳統商業模式。以前香港商戶靠地理優勢，因為消費者一定要留喺香港，但而家消費者有腳，消費者會比較，消費者會揀。呢個代表香港商業必須升級，而真正值得關注嘅係北上消費背後反映嘅唔止係消費，而係一代香港人嘅心理變化。以前香港人嘅信心來源係乜嘢？係香港一定好過其他地方。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變成邊度提供更好嘅生活，我就揀邊度。呢個係一個非常大嘅心理變化。佢代表香港人對於城市嘅評價標準變緊。以前睇金融排名、國際地位、資產價格，而家都開始睇生活成本、服務體驗、便利程度、幸福感。以前香港年輕人嘅夢想路徑係畢業入專業行業買樓，但今日越嚟越多人開始問：如果買唔起香港，我有冇其他生活方案？呢個問題比去深圳食火鍋嚴重得多。講到呢度，我哋需要將鏡頭拉遠啲，睇下呢件事對唔同人嘅影響。對於年輕一代嚟講，北上深圳其實唔只係消費，更加係一種視野嘅打開。佢哋開始意識到大灣區唔係地圖上嘅概念，而係真實嘅生活選項。好多香港年輕人開始考慮，將來可唔可以住喺深圳，喺香港返工，又或者喺深圳創業，用香港嘅資金同網絡。呢種流動性係以前冇嘅。當然呢個亦都代表競爭加劇，因為以前你只需要同香港嘅同齡人競爭，將來你可能要面對成個灣區嘅年輕人。假設有一位喺香港做數碼營銷嘅年輕人，28歲，月入35,000，佢喺香港租住一個200尺嘅單位，每月租金12,000。最近佢開始認真考慮搬去深圳福田住，每日坐高鐵返香港返工。佢計過數，
深圳租一個400-500尺嘅單位，月租大概5000到7000蚊人民幣，高鐵月票加埋地鐵，每月交通費2000幾蚊港紙，加埋都仲平過香港租金，而且居住環境大好多。週末落樓就係商場同公園。佢同朋友講，以前覺得深圳遠，而家覺得比住天水圍返中環仲快。呢個例子未必啱每一個人，但佢反映咗一個趨勢。當交通同通關便利到一定程度，居住地同工作地可以分開，而且成本更低嘅時候，香港住宅嘅剛性需求就可能需要重新評估。呢個就係今日最核心嘅問題。樓市，好多人以為北上消費只係餐飲老闆嘅問題，但係如果一個城市連消費半徑都開始改變，下一步改變嘅可能係乜嘢？人才選擇、企業佈局，甚至住宅需求。以前香港樓市嘅長期邏輯建立喺幾個前提上面：第一，土地稀缺；第二，人口持續增長；第三，所有人都必須住喺香港；第四，香港資產永遠升值。但而家第四個前提已經開始動搖。我必須先講清楚，港人北上消費唔會直接導致樓價大跌。樓價由利率、供應、人口、資金流、城市競爭力共同決定，消費遷移只係其中一個因素，但佢揭示咗一個更深層嘅變化，就係香港住宅以前依賴嘅人口同剛性需求，可能唔再好似以前咁穩陣。以前好多香港人點解一定要住喺香港？因為工作喺度，生活喺度，社交喺度，仔女教育喺度。但當交通便利同跨境生活打破呢個閉環之後，新嘅問題就出現咗。如果將來越嚟越多人喺香港工作，喺深圳消費，甚至考慮住喺深圳，咁香港住宅以前依賴嘅人口同剛性需求會唔會發生變化？當然，由消費選擇到居住遷移，中間仲有收入結構、教育需求、職業機會等多個因素，唔係簡單一步就可以轉換。但方向上，越嚟越多跨境工作、跨境生活嘅案例出現，只係規模夠唔夠大到影響成個人口結構，仲需要長期觀察。深圳嘅住宅供應量遠大於香港，樓價雖然都喺度升，但相對香港仍然低好多。一個普通香港家庭賣咗香港一個400尺嘅單位，可能喺深圳買到800尺甚至更大嘅單位，而且仲有剩餘現金。呢種選擇以前因為交通不便、生活配套未成熟、心理門檻高，好少人會認真考慮。但而家隨住高鐵口岸商業配套嘅完善，呢個選項變得越嚟越現實。再睇企業層面，有啲企業開始嘗試將部分後台研發或者運營環節擺喺深圳。一個喺香港租用辦公室嘅中小購業，每月租金隨時5萬、10萬蚊港紙，同樣面積喺深圳，可能只係2萬、3萬蚊人民幣，加埋員工工資差異，好多企業開始考慮將後台設計技術部門放喺深圳，將前台客戶關係融資留喺香港。呢種模式喺製造業時代出現過，而家喺服務業同科技業重新上演。當企業開始咁樣佈局，員工嘅居住選擇都會跟住變。以前員工必須住喺公司附近，而家如果公司喺深圳有分部，員工可能選擇住深圳間中返香港開會。呢種變化對香港嘅住宅需求同商業租金都會產生長遠影響。所以港人北上消費唔係一個孤立現象，佢係一個信號，提醒香港要重新思考自己嘅城市價值。以前香港嘅優勢係唯一性，好多嘢只有喺香港先做到。而家呢種唯一性正喺度被削弱，金融仍然強，但消費居住部分商業活動已經唔再係唯一選擇。當消費者有得揀，企業有得揀，人才有得揀，
城市嘅競爭規則就徹底改變咗。但呢個唔代表香港會衰落。香港真正嘅優勢從來唔係平消費，而係國際金融、法律制度同專業服務。呢啲能力唔會因為一餐飯平幾多而消失。香港金融體系仍然擁有龐大嘅資產管理規模同國際資本連接能力。據最新數據，資產及財富管理規模超過42萬億港元。呢啲資金嚟香港唔係因為食飯平，而係因為有成熟嘅金融基建、普通法體系、自由資本流動同國際信任。深圳嘅崛起更多係科技、製造同消費創新，而香港強於資本、法律同全球連接，兩者唔係替代關係，而係互補關係。所以我哋唔好用零和思維睇呢件事。港人北上消費，唔代表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會被深圳取代。反而，如果香港可以善用深圳嘅消費活力同產業空間，成個大灣區會變得更強大。真正嘅風險唔係深圳越嚟越強，而係香港自己唔願意改變，繼續停留喺過去嘅成功模式，以為消費者會一直留低。好多喺香港開公司嘅老闆仍然將總部設喺香港，因為香港嘅資金調度同合同法律令佢更放心。佢哋喺深圳請工程師喺香港做融資兩邊走，呢個先至係香港同深圳最好嘅關係。但香港亦都必須面對現實，以前優勢越明顯，越唔可以忽視新嘅競爭，因為將來城市競爭唔會只有一個維度，唔係話金融強，所以就乜都唔使改變，都唔係話深圳消費方便，所以香港就冇將來。真正嘅競爭係綜合競爭。一個城市既需要高端產業，亦都需要生活品質；既需要國際高度，亦都需要普通人嘅幸福感。以前香港商業最大嘅優勢係穩定，消費者習慣香港，遊客習慣香港，企業習慣香港。但係今日消費者有更多選擇，所以商業必須重新思考。點解消費者要留低？將來香港商戶唔可以只係依靠地段、品牌歷史、過去口碑，呢啲當然重要，但仲未夠新世代消費者關注體驗、效率、服務、價值感。其實香港並唔係冇優勢，香港好多餐飲、零售、專業服務依然係世界級。問題係點樣將過去嘅專業優勢轉化成新嘅消費體驗。香港餐飲可以繼續保持品質，但係可唔可以減少流程上嘅不便？香港零售可以保持國際定位，但係可唔可以增加年輕消費者鍾意嘅體驗？香港服務可以保持專業，但係可唔可以更加人性化？呢啲改變並唔係複製深圳，而係香港揾到自己嘅升級方式。因為最終消費者唔會為咗城市身份而消費，消費者會揀更好嘅體驗、更合理嘅價值、更符合自己需求嘅生活方式。對於普通香港家庭嚟講，將來最重要嘅變化係唔好再用過去幾十年嘅經驗去判斷將來幾十年。以前買樓可能係最簡單嘅財富增長方式，將來資產配置需要更加多元化。以前香港機會幾乎等於全部機會，將來大灣區可能成為更大嘅舞台。以前工作、消費、生活都集中喺一個城市，將來跨城市生活可能會越嚟越普遍。呢個並唔代表大家一定要搬去深圳，都唔代表香港失去價值。每個人情況唔同，有人需要香港嘅職業機會，有人鍾意香港嘅國際環境，有人重視深圳嘅生活成本。真正成熟嘅選擇唔係企邊一邊，唔係問香港好定深圳好，而係問邊個地方更適合自己現時嘅階段。其實最深層嘅變化唔喺銀包，而喺人心。以前好多香港人想像將來就係留喺香港，喺香港工作，
喺香港買樓，喺香港退休，香港就係全部。但係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擁有新嘅想像，可能香港工作、深圳生活、大灣區創業、跨區域投資、多城市配置資產，呢種變化本身就係時代發展嘅結果。有人會覺得呢個係香港失去吸引力，但換另一個角度，呢個亦都係香港人擁有更多選擇。以前一個城市決定你嘅生活，將來你可以揀多個城市組合你嘅生活，呢個其實係一種進步。當然，任何變化都會帶嚟不安，因為舊規則消失嘅時候，人一定會懷念過去。好多香港人懷念以前嘅繁榮，懷念以前街上面嘅人流，懷念以前賺錢容易。呢種情緒完全可以理解，因為香港過去確實創造過屬於自己嘅黃金時代。但歷史唔會停低，真正重要嘅係點樣帶住過去嘅優勢走入新嘅時代。香港真正嘅未來唔取決於深圳，而取決於自己一個城市。真正危險嘅唔係競爭出現，而係唔願意改變。以前香港成功係因為佢不斷適應時代，由貿易港到製造業轉型到金融中心，每一次變化，香港都揾到新位置。今日同樣嘅問題再次出現，香港需要回答喺大灣區時代，喺數碼經濟時代，喺消費者更加重視生活體驗嘅時代，香港新嘅優勢係乜嘢？將來真正有競爭力嘅城市，唔一定係最平嘅城市，都唔一定係最高級嘅城市，而係可以同時滿足企業、人才、家庭、消費者多方面需求嘅城市。對於香港普通家庭嚟講，將來最重要嘅事唔係恐慌，而係理解變化。唔好盲目相信香港永遠唔會變，亦都唔好簡單相信香港已經冇將來。真正成熟嘅判斷係睇到兩件事同時存在，香港喺度變，但香港依然有價值。最後留一個問題俾大家，當一個城市唔再擁有必須選擇嘅地位，佢仲可以靠乜嘢留住人？呢個問題比港人北上消費本身更加值得思考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分析對你有啟發，歡迎讚好、訂閱頻道，並且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你覺得港人北上深圳係香港消費模式升級嘅開始，定係香港競爭力下降嘅信號？你或者你嘅家庭有冇北上消費嘅習慣？將來你會唔會考慮跨境生活或者資產配置？留言區見下一期，我哋繼續拆解香港正喺度發生，但好多人仲未睇得明嘅變化。